这是铁雷，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5年9月4号，公元2018年10月19号。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接见印度伍德斯托克国际学校学生。司政罗萨桑格表示，西藏问题是了解中国的关键。达赖喇嘛尊者致函感谢喜马偕尔邦政府和人民，喜马偕尔邦总督出席感恩活动。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召开会议讨论西藏局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四在达兰萨拉的宫殿内接见了来自印度伍德斯托克国际学校的51名学生，并给予了教导。10月11日，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萨拉的宫殿内与来自印度穆苏里伍德斯托克国际学校的学生展开了互动，并给予了教导。当天，达赖喇嘛尊者向学生们强调了宗教和谐对于社区共存的重要性。尊者引用印度作为不同宗教传统和谐共存的例子，对世界其他国家可以效仿印度而表示乐观，但对于以宗教名义实施暴力的行为表示不满，并且提到伊斯兰两大教派之间的宗教争端问题。尊者建议印度穆斯林应该努力减少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冲突，然后向世界表明宗教和谐的可能性。达赖喇嘛尊者还建议印度穆斯林组织一次全国性的穆斯林会议，以解决宗教争端。另外，上周四10月11日，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在访问斯洛伐克共和国时，受斯洛伐克布拉提斯拉瓦私立大学媒体系邀请，出席了一场讲座活动，并发表了“中国与西藏”为主题的演讲。司政强调了西藏境内的严峻形势，以及152名藏人为了抗议镇压政策而自焚。司政表示，在国际媒体上几乎没有报道西藏境内的自焚事件，因为中国极力限制外来记者进入西藏，报道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或对其进行研究。即使在中国国内也有记者被骚扰的案例。司政还表示，现在西藏问题不仅仅关乎600万藏人，而且关乎整个世界。另外，10月12号，司政罗萨桑格对芬兰展开首次访问。当天，司政在芬兰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赫尔辛基大学发表主题为“非国家人民的法律和政治代表：西藏案例”的演讲。司政罗萨桑格在演讲中详细讲述和证明了西藏历史上独立国家地位的法律依据，并以西藏帝国的历史、公元821年藏中条约等为例，揭破了中共所谓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说法。与此同时，在藏人行政中央与喜马偕尔邦首府西姆拉举办大型的感恩喜马偕尔活动之际，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也发表视频，感谢喜马偕尔邦政府和人民。在长达7分钟的视频信息中，达赖喇嘛尊者表述自己是喜马偕尔邦的公民，也是印度的学生。尊者表示，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具有丰富的文明历史。尊者认为这是值得与世界分享的。作为古印度传统的追随者，尊者将通过政府学院与藏传佛教中心之间的学术合作，恢复古印度的文化，尤其是为喜马偕尔邦丰富文化保护和发展做出贡献。此外，藏人行政中央于本周一10月15号在喜马偕尔邦首府西姆拉举办大型感恩喜马偕尔活动，以此感谢喜马偕尔邦人民和政府长期以来对流亡藏人的慷慨援助和支持。在当天的活动开幕式上，喜马偕尔邦总督阿查利亚的夫妇雷特先生发言，谈到印度与西藏间的关系，并强调这一关系在突破障碍、不断加强彼此间的友谊之中。
हमने आक्रांता नहीं अपने धर्म गुरु लोगों की आत्मा को जीतने की。他强调，印度与西藏的关系虽然称之为主人和客人的关系，然而事实上彼此间的关系已超越了这一称呼。当有人临时访问我们时，可称之为客人，但藏人在过去近60年的岁月里一直生活在印度，他们早已成为印度这个大家庭的一部分。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在活动上致辞时，强调了西藏境内的严峻形势，同时感谢喜马偕尔邦政府及人民的慷慨援助，使得流亡藏人能够在喜马偕尔邦落地生根，并建立藏人行政中央。另外，主办方还在西姆拉里乞广场周边设立了许多展览棚，以展示西藏丰富的文化和宗教文物。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下属西藏博物馆也展出了有关西藏历史为主题的图片，包括印度与西藏、古代纽带与现代关系、藏人流亡之旅等，以及通过展览让各方民众了解西藏的历史和现状。而西姆拉多杰扎寺还展出了佛教宗教文物，并现场展示制作彩砂坛城和陀玛等宗教艺术品。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本周二，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与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共同召开专题讨论会，探讨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对中国的第3轮普遍定期审议。10月16日，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与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就如何将西藏人权状况推进即将召开的联合国中对中国的第3轮普遍定期审议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托马斯麦先生、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代表扎西平措先生等相关人员出席了会议。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代表扎西平措在会议上详细介绍了此次会议的主题，并向与会人士介绍了驻布鲁塞尔办事处向欧洲各部委、欧盟28个成员国常驻代表和布鲁塞尔欧洲议会议员的游说活动。代表扎西平措先生还向与会人士简要介绍了欧洲议会中支持西藏人士也将加入这一活动的集体步骤。据估计，大约20个欧洲议会议员将共同签署一封公开信，要求欧盟采取有效措施，落实联合国中对中国第2轮普遍定期审议的建议。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